黄市长在选后的第一天的公开行程，就特别来到了我们321巷，也就是日治时期的日军步兵第2联队的官舍。那这边总共有8栋双联的，以及2栋单栋的，所以其实是台南地区可以说规模最大的日式建筑群。台南市长黄伟綽28号上午视察321巷古迹修复工程，工程主要爱修复成原本的古迹风貌。工程总经费1亿8千多万，为前年的8月开始施工，目前进度已经完成70%，预计在明年9月就当完工。这个部分一定会连成我们跟台南公园跟这个转运站这中间会连成包括新的这个台南火车站，会连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光轴带，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观光轴带。另外，这也是黄伟綽当选了后头一天上班，对着市府小雷过的人事变动，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对此，黄伟綽也做出回应。小内阁现在还没有特别的想法，我们还是针对三原则来处理。所谓3原则，就是市政需要个人意愿，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整个未来的施政的重点。那至于你说到未来的施政重点，当然是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嘛，那民众最在意的当然是交通、治安、环境、教育等等的。这些部分我们也是未来的施政的一个重点。黄伟綽也讲到，遴选会在总辞了后，阁一一询问。另外，在选举期间，对邱家良界所提出的老人免纳健保费的政策，敢会对进？黄伟綽表示，会依照财政状况以及民意来做调整。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